各位聽眾大家好，無論你而家喺花園度嘆緊茶，定係喺我哋嘅社區中心，都歡迎你收聽柏斯好日子新一集。我係主持阿忠，今日我哋要講一個同大家息息相關嘅主題，點樣喺年紀漸長之後都可以保持活力、聯繫同好奇心。我係阿華，好多人都問我哋保持年輕嘅秘密係乜嘢？有人話係人參，有人話係綠色蔬果汁，但我哋就話係打麻雀、跳舞，仲有同朋友一齊學新嘢。冇錯，所以今日節目主題就係終身學習。佢可以令我哋思路更清晰，精神更年輕，仲可以同世界、同朋友保持聯繫。而家世界變得咁快，睇醫生都可以喺網上預約，食點心都只需要掃個 QR code 就搞掂。講到學習同聯繫，你有冇聽過 CWCC 嘅長青學院啊？當然有啦，呢度真係好有活力，社區中心裏面經常充滿音樂、活動同笑聲，大家重新發現學習嘅樂趣。係啊，長青學院唔係傳統嗰啲要做功課嘅課室，反而係分享故事、學習實用技能、輕鬆又開心嘅地方。你會見到啲姨姨喺健康舞班跳到出晒汗，叔叔喺度耍太極，仲有畫畫、書法，乜都有。講起學生，我一定要提下我哋嘅季秋。佢啱啱報讀數碼技能班時，連喺網上預約睇醫生都唔識。依家佢唔單止識得上麥急，用 Google 地圖，仲會同家人視像通話。佢話而家乜都可以自己搞掂晒，自信心翻晒嚟。仲有肉，佢除咗教太極，仲會幫手教織冷衫班。明明隻腳有傷都堅持出席，仲成日話幫到人就幫。佢真係完美演繹咗學習無分年齡，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長青學院充滿咗好多呢啲故事，大家一齊學習、講笑、飲杯茶，仲一齊學識以前從未試過嘅新技能。其實長青學院唔單止幫助大家保持身體健康，佢仲係等大家覺得自己被聆聽、被關心、被接納嘅地方。社區中心就係一個有歸屬感嘅地方，每個人都唔只係參加者，仲係大家庭嘅一份子。仲有，我哋仲提供普通話、廣東話、越南語、西班牙文同英文課程，無論你嚟自邊度，都可以用最自然嘅語言去學習。如果你年過50，又想試下新嘢，無論係跳舞、學電腦、煮新菜式，定係發掘你嘅書法天分，長青學院都好啱你。無論年紀有幾大，我哋都可以保持一份年輕嘅心、活潑嘅腦袋同健康嘅身體。咁仲等咩啊？我哋喺巴卡達社區中心逢星期1至4都有長青學院課程，威樂頓中心就係逢星期2至5。而社區版長青學院亦喺貝斯沃特逢星期1同星期4，威樂頓逢星期2舉行，任何年齡都可以嚟參加㗎。快啲打電話去 CWCC 93283988報名參加啦，或者留意我哋網站同社交平台。記住，長青學院冇考試，只得新朋友同開心時光。我哋下次見啦！記住要保持好奇，保持聯繫，繼續享受人生每一刻。再見。一般人可能唔會留意到，其實佢哋已經係一個照顧者。如果你無條件地照顧同協助有殘疾、疾病、精神健康問題或者年老體弱嘅家人或朋友，咁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合資格嘅照顧者。重點係，照顧其他人係一份唔容易嘅工作，所以照顧者自己都需要得到照顧。照顧者門戶係澳洲政府推出嘅一項免費服務，目的係為照顧者提供情緒、社交以及其他形式嘅實質支援。中華社區服務 CWCC 參與咗呢個照顧者門戶計劃，成為西澳照顧者協會 Cares WA 嘅合作夥伴之一，提供評估服務俾唔太識英語嘅照顧者，幫佢哋尋找相關嘅資訊同支援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照顧者門戶嘅資訊，請致電93283988 93283988聯絡我哋。